云林县林内乡的自办铁轨能结束，也是当年国土用铁路路高速公路上安用路本自办铁的生态态势。路体自办铁路通过的出口，也就所在是林北村，咪是云林县第一个通过农村再生计划的社区。来看那一个云林清北片的客家庄，用来对没落的农村改造变成做大家分享的农宅模仿城。自办铁一群一群呢，想过高速公路一边个负面，唔拄好做本事啊，个太拖拉机带起来气流建设。哎呀，嘻嘻，等了一年后天时，拄好喺自办铁清好晒尾时节，至少按样还喺无缘看到自办铁满天比按壮观的景象，青岛看到几十只的到几百只的洋鸭的，伊个菜铁职工路线上都也高，看人家就等了动久。同热些同人家天数做个一张自办贴，做按样看。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是紫色的？因为它那个有一个角度，那个背面的话，背面才那个腹部嘛。虽然路线上喺自办贴嘅专业职工，不过看见老师行嘅自办贴变来变去，人家在行嘅时候，会唔会唔拄好，一下做到个咩事嘅？现在把它弄死了。不会啦，像这样子，你看好，等一下，你拍它假死。做看到早时嘅自办贴，你还冇做比较嘅，人家的镜头还蛮许多记。林内自办贴规做要结束嘅，到时年嘅高铁咧，看到自办贴一群一群嘅机飞要进来建设。今天很多，今天温度高，而且礼拜天要坏天气了，所以在坏天气之前温度高，他就赶快北上了。哦，他知道是，他感觉得到。对他感觉得到，他的本能。自办贴规称的赛上北，系当年前面前后生态嘅重要事情，也沿地赛路线，系对本地古城的推动泰武、高雄苗栗、嘉义、云林林内、苗栗中南，一直到台北的北投。其中经过林内乡林北村的出口时节，拄好拄到国土3号。那我们从9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紫斑蝶相关的一个迁徙的活动。那因为那个曾正南曾老师就发现这样子，在高速公路那个死了很多的紫斑蝶。那我们马上经由媒体披露之后呢，高工局马上就重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说，在林内乡来讲，有这样一个生态的盛事，对林内乡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机会哈。为到行销自办贴，林内乡乃至看到布斯区，一条花花草草唔晓种来做绿皮，系为到娘家当年会比到也高的自办贴。那刚好这样的一个整个黄木网迁徙的部分里面，又碰到了整个国际上一个很多的媒体的重视，像英国的 BBC 啦，那日本的 NHK 啦，美国的那个有线新闻网，他们全部都来这边报道。那这么好的一个整个现实，我不做就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从那时候就把紫斑蝶季这样做出来。主要木落林北社区，因为自办贴规有为新的生命。自办贴比过林北村，也代表3行业喺途中没有二次移民的状态。客家老主讲，这样是千辛万苦晒到呀，没有种长途来看，就像自办贴。客家人都亲像个农业的样的，种自办地样的特别伫个新竹家个山，个拢山那白啦角，个讲时啦讲来时伊难拢杀条啊。所以阿公的时代都办下来了。日本时代的时节全部喺河巴带啦。日本人看阿里哋要做太水其实唔忍心啦，就做只堤防帮阿里挡水。水挡摕了太你客家人啲新竹的苗栗啦公馆啦按峨眉街啦安尼牵连下来，天空落水妹带电你马来到天上。三季妈妈创电天公落水的歌诶，林北村的行人单单喺港中落雪，对种无的木瓜、草莓到토마토左右，不过头摆也特别种青岛的系盐呢。因
日本人对咸来讲吼，了美人吼做得种盐啊，甲盐汁啊，佮会吸盐啊盐啊，甲盐汁的时阵吼做来做燃料，啊燃料做起吼，经济吼基础都较好着。其实林北社区因为过去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为什么说它特殊？它是浊水溪进入云林县的一个源头，然后而且呢，它是一个过去以往我们还在国内还在产烟叶的时候，它是一个烟叶的大乡镇啊。林北迄套云林清白片多了中华南投角街，有名温水河啦清水海，每套一片变做纯甲水、瓦山咸水，和温水河河坝顺，上座还有总铺沿的青苔山体之夜。以前咧，爱爬去，爱讲下来咧，时代吼，爱自细汉爱伫到爱差不多每户都有种盐的啦。我以前是我们是种下是有差不多8个甲吧，8个甲是热下来的时阵，也免一咯，也免一可能剩50甲。台湾中盐呢，经过2摆冲台打击，先前喺1987年开放用盐进口，再过来喺2001年加入 WTO 过后，共卖口改制，非台专卖制度，盐农单单做专做，盐料没标记放，托中盐的青岛的时节，林北村本来有23撮盐料，都见还算完整的乡村生意错，不过问到盐农又想要保留盐料么？佢讲嘅有些讲嘅。阿爸，你盐料有冇打算冇？講開拆停，也留下來，也有冇上班？是安尼啦，你都也都冇咧用到啦，迄有用到，是做我们那木钳起来，是要标解安尼听啦。不过对沙溪看夜市的人还喺动手忙，对保留老盐料开始振兴林北沙溪。5年前先账好提动盐料，林北较好数位生发馆。接下来，资本贴工坊要完成呢，村民看到希望，要较狠保留原料。大家看到讲，力量错做起来，大家嘅同意土地同意书吼，就较愿意嘅，而且要就像来讲，盐坡嘅猫要来尽力哦，哎呀吼。同农委会的农村再生条例通过过后，林北沙溪下出现的整合，也搭配客家原料、资本贴一条生态特色，今年还喺云林县投入通过农灾计划的沙溪。农灾计划在林北市这个是在云林县是第一本农灾计划通过审查的案子，在3月23号已经通过了这些特殊的产业，还有特殊的烟楼这个文化、历史文化还有它的生态这个资源那我们农村再生无非就是希望因应地方的一个特色这些譬如说它的文化或者产业的特色等等特色，那我们怎么跟社区结合？农村再生古属沙溪开始改头外面，林北沙溪有着中高中的屋，融合的中国老西方的风貌，装水河高中老传统的火房屋，改造变做现代化强的田野，连原料就变做现代化建筑，游客接上老多也系咖啡汤。还看人个草皮绿油油的发中都暗浆，讲我不卡暗放啊，妈来做啊，做都暗用去啦，所以我就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就慢慢去涉猎。社区规划师俺妈去上课社区大学嘅景观设计、庭园过然后组合盆栽，俺同会有一首，俺去田尾花园像个行做下用的。伊烟楼有特色啦，有聚落有空间然后伊咧盐坡的伊咧特色不管是工艺师进驻，还是艺术家进驻，还是我们老人活动会馆，还是青少年的活动会馆，还是说我们的妇女的还是外配的馆拢需要做了三股都会讲让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空间生活的空间。那我想中央农委会有这种农村再生的计划，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农业县市是非常有大的注意。为什么？因为过去以往农业的辅导是着重在产业的辅导，但实际上这种农在的进来导入，其实就是说让他们的生活空间有一些变化。沙溪生活空间的改变，唔係一下就做會好嘅。林北沙溪嘅總理事長去年接任，今日一對李監事同雲林縣沙溪產業文化協會理事長王秀雲，共下整合沙溪資源做討論，倡議鄉野作為採地企業家建出三甲洞嘅土地，變作為公共地盤。以前社區是停擺的
上一届啊，所以我们礼拜哦推动哦，好在是有我们这些社区这些里干事，大家都很配合，挺合作啦。林北村了东道的配角客家庄腔样，主导到人口结构老化问题。37岁社区总干事王振龙本来到新竹上班，为到古夜外很好奇政府靠种调出的工作，今日是中度罕得看到的后生人。其实并不多因为我们这个村落好像就只有我最那个年轻，然后年轻人会没有办法回来从事农业。可能跟那个薪水本来是可能领固定的薪水，每个月3万4万，然后回来农业变成是务农，变成一个不稳定的薪水这样。每因为农灾计划推动，林北社区农业要等待起落空间的改变，向翻上的腔样，农民开始完成自己的梦想。像62岁种植子，直到退休过后转到林内，一方面同林内农会有行业同乡亲服务，另外一方面做邮寄的工作。因为我有一个梦想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要圆这个梦圆梦，这个一直在找地。要做一个，就是说，等我退休的时阵来自给自足种菜啦、育鸡啦。就是未来有机农业会在我们社区应该会结合观光，然后会变得大家收入会比较好一点，这样。本单木落林北客家庄，听听资本体分享有个新的生命。有人讲，也做客家精神。对，按照像农业来样晓现蔬菜，唔惊艰苦，要按样的班拢唔惊艰苦，咱们有机会啦。慢慢来有愿景人之因希望而活嘛，你还有农村再生你还有一诱因，大家咱要去学习，讲按样的本质较好。林内乡因为资本体行较闹热咧，发发了保顺农村的行通，要救的林北社区，对社区执法团结的力量，以将看到的配角客家庄，有再个发展起来的机会。